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讲，然后就我们从一个众生怎么样子能够变成菩萨的方式，我们菩提心的力量。那既然我们就刚刚前面讲的菩提心的利益那么殊胜的情况下，那我们怎么样的去能够可以变成达到一个菩萨或者是一个众生，怎么样子才可以能够变成一位佛？第10，犹如最胜也精料，构生得此将转成无价之宝，佛陀生，故应坚持菩提心。所以我们在一个众生来说的话，那么从本来的这个本性上面来说的，就一个佛以及一个众生没有任何区分。但是因贪嗔痴，因烦恼，因无明愚痴，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众生。变成了众生以后，那我们把所谓的本来原有的这个佛的这个佛心，这个呢就相当也是在我们的这个一般的一个众生的身上呢，就相当也是发挥不了什么这么珍贵的一种效果。因为众生呢就是一直不断的造业，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说成一个他也是一个佛。实际上一切众生也是佛，但是呢他没有办法说成一个佛，因为是一个众生。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贪嗔痴，因无明愚痴。那么这个我们就是已经是轮回了，那是一个众生。那是现在一个众生把它能够可以变成一个佛，本来的我们原有的这个佛的智慧能够可以再体现出来，相当就是能够可以再发挥出一个它的真正的作用，能够可以在觉悟的话我们这个了悟的话，那我们就是一个修的过程。那么这个修的过程是什么呢？就是要修菩提心的过程。那么菩提心的过程，我们就最主要呢就是要观想修持，全部都是什么呢？我们要因本身就是一切万物一切法都是以空性为基础的，上面呢，那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慈悲跟菩提心。那么空性以慈悲菩提心以这样圆融，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圆融的一个修持的这个方面来说的，那这个过程讲到的话，那也是可以讲到因果轮回的一切缘由，就是以12种缘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因缘和原因就是聚集那么在实现成为以这样的一个万物一切的法，就是有实现出这样的一个道理。但这个道理又推到最后的最原始的里面来讲到，那也是从空性当中所产生的。那么如果没有空性这位所谓的这个空性的这样的一个道理的情况下，也是不会有产生一切有万物一切的实践与出实践的一切法。产生了实践有出实践的一切法的，它的缘由，它的根本是以空性，以这样去讲的话，那我们就要知道，所谓的空性也不是完全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东西，也不是说是完全就是会有存在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空与明这两种是无别的，以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中，也不是永
永久的，就是相当就是完全的一个明，也不是完全的一空，这样的空与明的这种一个无别的这种呢，就产生了就是一切法的因数是12种与缘起的以这样的一个因缘，那么就聚集，然后就产生了一切法。那么就像这样的道理，我们在一个众生的这种体内，也可以说是一个众生的一个过程，能够变成菩萨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看一个物质的东西里面，那么黄金它是非常的厉害那么铁跟黄金这两个比较起来的话，那铁是没有办法比较黄金的部分，黄金又亮，它不会锈。黄金怎么样的都是不会生锈，它的颜色还是永远都是金色的，亮亮的。那么铁是会生锈的，铁放在地下面，时间长了，它会永远就自动的会消失。碰到水也一样，碰到什么都是它就是没有办法比较黄金，对不对？但是如果是有一辆黄金呢，把1000两的铁都变成金色，那么以这样的一个镀金的一个这样的做法嘛，对不对？那我们人类有这个镀金的做法，那么一个铁皮，它如果是有1000两的重量，但是这个铁皮的面上镀一个黄金的话，那1两的黄金应该可以镀得完就是1两的黄金呢，变成1000两的这个铁皮都是变成金色，对吧？就像这样的，我们在从无始的时间以来，一直不断的在造业的一个众生，变成了一切造业的因果的这个业力的关系呢，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不清净的一个众生。那么这个不清净的众生，如同一个贴器一样来看，那么这个把它那个变成清净的佛身的话，那么用环境来形容佛，那么当然这个就是实践人能听得懂的方式。那么贴跟环境的比较一样，众生与佛的比较那么我们众生怎么样子才能够可以变成佛？那这个来说的话，那我们就修持佛法的所有的功德，所有的功课当然都是有用的，但是这些里面呢，最重要的最殊胜的是菩提心。那么我们有菩提心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像那个铁用纯银或者是用油漆，我们铁会生锈嘛，对不对？那上面我们涂油漆也是会有保护嘛，对不对？但是没有像黄金那么的保护的好。就像在很多地方的一些金顶这些，那么就是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金属上面镀完黄金以后，它永远不会生锈，每天都是这么亮，不管是夏天也好，冬天也好，任何时间，下雨刮风各个方面，那是任何一个保护的东西里面，那黄金是最为有效果的，最为有力量的一个。就像这样，我们一个众生，如果是在不清净的这个容器变成清净，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这里面这些所有的方式里面最为殊胜的就是菩提心。
本作人着刚着我